早前咧，我哋已經咧講過2026年強積金投資攻略，然後咧我哋又預測個金嘅趨勢喎，我哋又中咗啦。咁啊，金價咧就已經喺1月咧 hit 到咧5500美金喎。今集咧就講下外匯點樣可以幫我哋賺錢啦。咁今年咧外匯市場都幾戲劇化㗎喎，美國減息。歐洲咧就硬頂啦，日本咧準備加息啦，究竟邊個貨幣會上位咧？賣個預告俾大家嗱，前堂嘅分析員高 Sir 咧就送大家咧外匯7星連珠賺錢嘅秘密密碼，記得咧睇晒我哋成條片啦。開始前立即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最近埋個鈴鈴，咁第一時間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嘅新片噶啦。嗱，2026年嘅外匯走向咧係點樣咧？外匯嘅7星連珠賺錢密碼又係乜嘢咧？咁啊，麻煩高 Sir 同我哋講下啦。好，咁啊，2026年啦嘅外匯市場啦，咁呈現一個三分天下嘅走勢啦。咁影響住外匯市場嘅三大央行啦，美國、歐洲同埋日本啊，喺利率政策上面咧係表現分歧嘅。咁美國係減息啦，歐洲維持不變，咁然後日本係加息嘅。咁美元啦喺呢個減息週期之下咧，咁就開始去轉弱啦。咁加上喺關稅嘅憂慮之下啦，咁個國家都傾向持有單一嘅貨幣啦，轉為多元資產，咁啊加速咗美元嘅弱勢嘅。咁隨住啦呢個減息部分嘅快慢咧，就會決定呢個美元下跌嘅速度啊。咁但係相對翻2025年啦，美元指數咧下跌10%啦。咁2026年咧，我哋睇咧係下跌速度係相對溫和啦。咁2026年外匯7星連珠嘅賺錢密碼咧就係歐日澳英紐加稅。今年美元繼續咧溫和下跌，咁如果有美元嘅朋友咧，咁就要轉一轉啦。嗱，咁我哋咧而家咧先講下咧外匯第一位歐元啦。咁歐元咧就搞到啲電費都貴到離晒譜喎。先講歐元啦，咁歐元咧喺歐洲呢個減息嘅週期咧係比美國早嘅，咁而家係一個停滯階段，地緣政治、能源嘅問題咧仍然係未得到圓滿解決。歐洲嘅電費咧仍然係處於歷史上面咧相對比較高嘅水平，咁造成呢個通脹問題係比美國嚴重啊，咁所以係維持住現有利率係比較長一段嘅時間。咁遇上美元轉弱啦，咁其實歐洲喺2025年嘅漲幅咧係主要貨幣入邊係最高嘅。咁歐元啦佔咗美匯指數入邊咧最主要嘅部分啦。咁隨住美匯指數咧繼續下行啦，2026年咧歐元仍然一個唔錯嘅增值選擇。咁到而家咧，我哋講下咧外匯第二位啦，就係日元啦。係咪咧真係要日元咧佢買多啲嚟致富咧？2026年啦，日元啦，我認為有可能咧係成為今年嘅黑馬嚟嘅，本受輸入性通脹問題所困擾啦。咁導致央行有加息嘅壓力啊！咁我認為目前咧通脹因素係未完全反映嘅，咁加上啱啱喺8號嘅議會選舉啦，咁外界普遍預期啦，日本政府咧係會採取一個擴張性嘅財政政策，咁將會造成更大嘅通脹預期啊！咁加息嘅速度係更加快嘅。咁美日嘅息差一收窄咧，咁有機會促使一個拆倉潮嘅出現，資金咧先喺股市上面套現啦，再轉換成日元去還錢嘅。咁如果股市有較大嘅調整出現咧，我相信呢個拆倉潮咧會造成咧日元咧短期嘅急升。咁上一期影片都有提過啦，今年嘅股市估值咧有過高嘅風險啊。咁如果一出現調整嘅話咧，日元有潛力咧成為升值嘅黑馬嘅。我哋講到咧第三位澳元啦，咁係咪要趁低吸納咧？我哋作為家長啦，小朋友去澳洲讀書都應該要儲下澳元㗎啦。2026年嘅澳元啦，其實澳洲而家有少少似咧2022年啦，同至2023年嘅加拿大嘅。咁隨住加拿大嘅移民政策轉變啦，有一部分嘅移民咧，本來計劃移民加拿大嘅話，轉為移民去到澳洲啊，推動當地嘅樓價同埋物價上漲啦。咁都令積弱多年嘅澳元咧係有啲反彈嘅苗頭。咁留意啦，澳洲通脹咧都係喺呢1-2年間上升嘅，咁令到當地央行咧唔敢減息啊，咁所以對美元啦慢慢轉做強勢啦。咁參考翻加拿大以往嘅例子啦，咁我認為澳元今年嘅上升勢頭咧仍然會持續1至2年嘅。咁去到第4位啦，就係英鎊啦。英鎊咧喺2025年啦，因為通脹比美國嚴重啦，咁導致減息嘅部分係比美國緩慢嘅。英鎊受惠啦，比美元高少少嘅息差啦，佔據喺2025年漲幅榜嘅第2位啊。
咁整體咧，歐洲因為呢個能源短缺啦、電價高企嘅問題，被迫採取一個被動嘅減息政策啦。咁呢個情況咧，相信喺2026年咧繼續持續。咁啊，英鎊仍然因為相對比較高嘅利率咧係受益嘅。留意翻英國嘅經濟咧係比歐洲比較差啲，咁所以呢一部分可能要睇低一線啦。咁去到第5位同埋第6位咧，就係紐元同埋加元啦。咁紐元加元啦，我哋可以歸納做一為商品貨幣啦，同油價有少少關聯嘅。咁油價由於喺最近嘅地緣政治事件啦有啲反彈，加上長期走勢咧比較偏弱嘅。咁啊，加拿大咧亦都有機會咧受到美國嘅關稅影響啊，咁所以加元嘅前景係唔理想嘅。紐元啦，中國係紐西蘭最大嘅出口國啦，咁所以但係主要嘅出口嘅產品咧都係肉類啦、乳製品啦呢啲食物嘅剛性需求啊，咁所以加元嘅波幅並唔會太大嘅。好，我哋講到第7位咧，就係瑞士法郎啦。最後啦，講瑞士法郎啦，喺2025年4月啦，因為關稅政策啦，咁成為當時嘅避險貨幣啊。咁對美元咧，當時係升值咗14%嘅。咁隨住啦，而家貿易協議陸續達成啦，咁股市亦都重新破頂啊，避險嘅作用咧係慢慢消失。咁但係而家匯價上面咧，仍然維持住上年嘅日價。咁避險資金咧，今年有機會咧選擇比較平嘅日圓啦，而唔係瑞郎。咁瑞郎未必喺股市調整入邊咧係受惠嘅。咁甚至有機會咧從瑞郎係轉移到日元呢個情況出現。咁所以預期個表現係比較差啲嘅。咁我哋咧總結一下啦，2026年嘅外匯7星連珠嘅賺錢密碼，記住啦，歐日澳英紐加瑞。嗱，今年啦外匯嘅密碼咧就係呢7個字啦。咁啊，首先第一啦，歐元啦，其實佢係穩陣咁去增值緊嘅。至於日元咧，就係黑馬嘅殺手嚟嘅喎。第三就係澳元啦，去移民吸金啦。第4咧就係英鎊啦，去死撐一個高息啊。咁第5啦就係紐元加元啦。咁我哋要睇翻油價嘅情況啦。第6咧就係瑞郎啦。咁啊，避險嘅地位咧有機會不保嘅，但係都係看好嘅。嗱，好多朋友就話啦，喂，聽完都唔知講緊啲乜嘢喎，我點樣揀咧？冇問題，我哋咧有多元嘅貨幣儲蓄計劃啦，可以咧更改外幣嘅選擇啦，賺取更多嘅外幣升值嘅日價啦。咁團隊嘅成員能夠提供專業嘅分析嘅資訊，點擊下面 InfoBox 嘅連結或者 WhatsApp 我哋91060898。咁我哋星期一到星期五10點咧都喺呢度 Office 觀塘1對1可以幫你免費做個諮詢啦，同你睇下點樣配置賺多啲錢嘅。最後講個聲明啦，以上嘅分析咧僅供參考，唔構成投資嘅建議喎。每個人嘅風險承受嘅能力都唔同。嗱，我哋咧就真係要做足功課啦。有任何嘅問題，咁啊歡迎喺留言區嗰度留言，我哋逐一解答你啦。今日咧我哋嘅分享咧係咪好實用、好有用咧？咁記得啦 ，CLS 呢條片俾更多朋友仔知多啲，同埋一齊學識點樣揀外匯啦，賺更多。咁啊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最近埋個鈴鈴啊。下集咧再同大家咧分享理財嘅乾貨，下集見，拜拜。